歡迎收睇 Sky Finance Channel，冇嚟正經，我係 Jeff。咁咧上個即係今日禮拜三嘅時候咧，我哋講開呢個希臘債券，要大家小心啲，因為6月15號又到期。咁其實成件事個走勢有幾長咧？咁我嘗試咧喺過去幾日啦，咁都唔係好多嘅，一兩日繼續咧就係諗下究竟希臘嘅債務危機究竟會過定唔會過？因為如果作為投資者呢個就好緊要啦啊！咁去過可能對成個歐洲啊，或者係對大家避險嘅黃金啊，都會有一個唔同程度嘅影響。咁就算佢過唔過，咁呢啲好似好政治上高。其實成個 package 咧就係由2015年開始嘅。2015年至2018年咧，其實就係歐盟咧同埋呢個 IMF 就係要希臘遵守某嘅一啲咧還債嘅條款啦，跟住咧就如果你符合到呢個節約自己嘅一個支出啊等等，可以控制到自己開支達到某個水平，我就會批860億歐元，或者係求其噏都係幾百億嘅歐元，咁就俾你使啦。哇！有咁多錢嘅咩？咁咪爭咗個機會好多錢咯。聽落去就知唔係咁嘅事啦。好啦，咁究竟爭人啲錢夠唔夠，或者佢會唔會叫你一啲叫做嗱？其實違約咧要分兩樣嘢嘅。嗱，違約咧就係話我爭你錢，我唔還啦。嗱，我哋有兩樣嘢嘅。嗱，有拖冇欠，同埋唔還係兩件事嚟嘅。有拖但係唔欠，我會還，係啦，遲少少，同我即刻話你聽，我唔還，係咪兩個感覺先？嗱，係啦，希臘咧就絕對係有拖冇欠，但係佢究竟會唔會出現有拖冇欠？其實11年成個希臘個債務爆煲咧就09年嘅，咁去到11年真係爆出嚟咧，真係要我哋叫 default 啦，違約嘅時候就話叫做有程序上或者叫有限度上嘅 default， 有啲叫名義上嘅違約。名義上嘅就係話可能我還唔到息住啊，本身要還息嘅啫，唔還住啊，攞其他頂住先得唔得啊？呢啲都係有程度，或者就算你推遲1個月，或者話我要攞新債咁冚舊債啊，遲少少先啊，罰住息先得唔得啊？嗱，呢啲都算係違約㗎。總之希臘都係有拖冇欠，但係咧有拖冇欠，大家知道11年咧即係對成個歐洲影響好大。咁我哋所以就要用我用好簡單嘅方法，究竟分析下究竟佢唔會有拖冇欠，或者最起碼就係歐洲其他嘅 party 俾唔俾你有拖冇欠先？嗱，呢個就好緊要啦。好啦，咁點樣去計咧？咁樣過去2日咧就睇下究竟呢幾年咧希臘爭咗人啲咩錢咧？爭幾多咧？嗱，話俾你聽，其實咧希臘爭下咧都成有2000幾億，其實一路冇減過債嘅，一路就越借越多嘅啫。佢由2000幾億借到而家3000幾億都係要還嘅。嗱，估計咧去到2030年咧，佢嘅負債佔 GDP 咧就應該去到170% 㗎啦。嗱，去到2060年咧就去到200幾%，不過唔緊要，因為經濟你嘅 GDP 正常會成長，最緊要還錢呢啲係有拖冇欠，還住息先，係啦，有拖冇欠還住息先都要有息還先得㗎。就係而家咧7月份上集講過啦，希臘爭人成90億啊嘛歐元，係啦，90億歐元喎，大佬唔係講笑啊。咁究竟係點還啊？好啦，上一集都講過一樣嘢叫 TBTL 嘅，嗱 TBTF Too Big to Fail。就話如果太大到會影響我嘅，嗱我追唔追你數咧？就係話我俾唔俾粒債仔跳樓啦？好驚你爭得唔夠多嘅話，你咪跳落去咯。但係爭得我好多，喂大佬，我梗係望你長命百歲啦，係咪？你健康快樂活潑開朗成長，最緊要你有120歲命，慢慢還唔緊要，最緊要還。好啦，個問題就喺度啦。究竟而家希臘爭個錢，究竟係我要佢長命百歲啊，定係話你死咗佢啦？好啦，咁睇下我哋11年去爭咗人咩錢？點解嗰陣時咧啲人就唔想救佢先？好啦，嗰一年咧你爭嘅錢大家都冇乜所謂嘅，點解咧？嗱，太多 data 啦，我哋聽下就知㗎啦。嗱，嗰陣時咧歐盟咧成個歐盟區咧就其實咧歐羅區咧就去爭希臘咧爭咗咧以佢成個即係個體系啊，我爭咁多錢咧就15% 就喺歐盟嗰度嘅，爭咗 IMF 國際貨幣基金會就6% 啦。歐洲中央銀行就15%，咦？咁好似唔係好緊要喎，好似好緊要又唔係好緊要之間，咁睇下其他咯喎，咦？其他嘅 bank 係10%，咩叫其他 bank 咧？就係法國同德國銀行啦，其實得法國同德國銀行願意借咁多錢俾佢嘅啫，亦都有咁多錢借俾佢啊。當然有其他嘅國家啦，其他嘅國家佔咗23%，亦都係一啲其他嘅債務基金機構，即係其他金融體系機構。好啦，咁嗰陣時諗啦，喂，如果你一冧咗落嚟，會牽涉到影響國家主權，機會相對低，但係你會影響到法國、德國。
所以法國、德國咧嗰陣時梗係唔可以俾你走啦。咁點算好咧？政府嗰方面又要俾錢你，但係又唔可以俾你走嘅情況之下，好啦，咁就要啄一啲咧同我冇乜關係嘅人啦。嗱，不如咁咧，我借錢俾你。頂住先，不過你要同阿邊個傾喎，等佢咧就可以，你同佢傾掂，佢俾你還少一半，我就借錢俾你啦。咁梗係還少一半，我梗係同你完全冇啦冇能冇感情關係㗎啦。咁如是者咧就過到咗個1112年啦，係啦，咁樣過咗嘅個希臘。咁之後就第一輪啦，第二輪啦。咁究竟而家即係嚟緊15號或者再之後，希臘又攞唔攞到錢咧？機會大唔大咧？嗱，當其時就係話法國同德國，因為原來法國咗，原來我自己國家嘅銀行得以至借咗咁多錢俾你，我都心都怯一怯。而家係點咧？過咗幾年啦，4、5年，我頭先講過咧，希臘嘅債務只係升咗，冇少咗，不過都係由政府支撐住。但係而家咧，歐盟區加埋就已經佔咗佢嘅負債係60% 啦。之前係本身未有事之前係15% 嘅喎，咁但係歐盟區係邊嚟嘅咧？唔係講到好窮嘅咩？葡萄牙又要錢，西班牙都要錢㗎。德國幾時發咗達啊？咁大家都記得咧，就係唔緊要嘅，拉晒所有人落水啦。英國都有份話俾你聽，有整咗個叫 EFSF 嘅嘢啊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啊，好長，即係咩歐盟財政穩定基金，本身應該由 IMF 國際貨幣基金會借出去嘅錢，或者因為本身 IMF 裏邊有個特別提款權嘅 SDR 都可以借住俾你。如果你唔夠啊，當初你存咗錢喺度，今時有用啊。當然希臘都借埋嘅 SDR，不過都唔夠用嘅。好啦，我哋發覺咗而家 IMF 佢佔比咧係10%，跟住喺嗰個中央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嗰度啊，歐洲中央銀行就借咗6% 啫喎，即係 ECB 其實冇事嘅。其實而家成個債務都扼晒係一個表外嘅地區，一個系統，個系統有4000幾億喺度嘅，咁就叫做 EFSF。咁即係話大家攬炒啊！而家基本上係攬炒啊！而家比當初更加 too big to fail。如果11年因為德國同法國 fail， 而因為德國法國係 pushing，令到希臘唔捨得，你只要cut 咗啲同我冇拉位嘅嘢，我就借俾你。今時今日大家攬埋一嚿，成個歐盟借咗俾依個希臘60%，佔咗成個 pool 啊，成個我爭幾多錢咧？就係爭60%都係歐盟，咁更加唔捨得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過嘅機會就好高嘅。如果過嘅機會好多，即係話歐元咧跌嘅機會相對就好低啦。好啦，咁中意我哋呢個覺得幫到手咧，就分享電視快樂啊！咁所以就要 share 我哋嘅即係個 script 到你嘅 Facebook 啦，同朋友分享啦嚇。咁就今集講到咁多先，拜拜。